英国纽卡斯尔市宣布终止与中国城市太原的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原因是中国政府破坏维吾尔人权的相关指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纽卡斯尔市议会11月2日无异议通过动议，终止与中国山西省惠城市维持多年的友好城市关系。发起动议的英国自由民主党人士泰勒表示，在那些可怕的侵犯人权指控下，纽卡斯尔不能再与中国维持关系。公开资料显示，纽卡斯尔与中国工业城市太原之间的姊妹关系始于1985年。太原市10多年来也派了很多个代表团访问纽卡斯尔。截止2022年，太原市已与12个国际城市缔结姊妹关系，其他城市也正在考虑是否与中共专制的城市继续保持友好关系。随着中国孔子学院在各国陆续被关闭，另一个少为人知的中国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正在进驻“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从2016年在泰国设立的第一个鲁班工坊以来，目前在全球19个国家已有25个鲁班工坊。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葡萄牙以及中亚国家，到处都可以找到鲁班工坊的身影。鲁班工坊由天津市政府启动，以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工匠鲁班为名，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居民提供职业教育，从机电一体化到应用电子技术，从自动化到机器人。各地鲁班工坊教授的项目随当地的需要进行调整。鲁班工坊与孔子学院的输出模式基本相同。自2017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孔子学院成为中国宣传其软实力及意识形态的机构。在过去4年里，美国大学里的118家孔子学院有104家已经被关闭。一些专家认为，鲁班工坊将使得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在地缘经济上占据优势。中共将这个区域视为与美国竞争的重要环节之一。在一份就中国海外警务服务中心的报告发表后，多国已经采取了行动，有2个国家要求中国关闭海外警署。保护卫士在11月7日发文表示，14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在调查中国海外警署，包括奥地利、捷克、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荷兰、英国、加拿大、智利、尼日利亚和美国。保护卫士指出，在9月份的报告发布后，又找出了由另一个中国警务机构营运的16间海外警署，研究完成后将会公布，并呼吁民主国家的政府调查中国的跨国压迫策略及相应的网络，为有风险的社区设立充足的报案及保护机制，确保当地警方明白他们面对的威胁，与意向内近的国家交流资讯以及做出充足的回应，包括对涉嫌做威吓或有协助威吓的人做出针对性的制裁及签证限制。有多个国家指出，海外不能在他们的土地上执法，外国使节需要遵守当地法律及国际法。爱尔兰和荷兰已经要求中国关闭海外警署。因中共病毒疫情历经2年停办的北京马拉松日前登场，2万多人齐聚天安门广场开跑。对照各地分门分小区的防疫措施，民众批评只许州官放火，百姓不能点灯。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此举是欺骗国际社会，粉饰太平。这是继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中共举办的第1场大型体育赛事。中国各地还在极端的防疫风控中，2万多人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开跑，引起了民众的批评。在中国各地都有民众因没有戴口罩或违反中国的其他防疫政策，遭遇着重罚、殴打，甚至被刑事拘留。11月9日，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国际东突厥斯坦组织联盟、哈萨纳等3个非政府组织召开的国际维吾尔论坛在布鲁塞尔欧盟议会大楼开幕。为期2天的国际维吾尔论坛会议在欧洲议会部分政党的支持下举行，来自国际维吾尔研究人员、政治家、法学家、维吾尔公众人物和国际人权组织近300人参加。根据媒体报道，本次论坛的主要目标是与国际组织制止中共政权正在实施的维吾尔种族灭绝，讨论各项相关议题，并作出决定。
近期，中共修改了立法法，修正草案删除了有关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内容，增加了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中共的此举将把中共未来带向何方，引发了外界的疑虑。11月2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立法法一审修订草案，称要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11月29日。外界注意到，修正草案的第3条删除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代之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等意识形态内容。日经亚洲评论指出，这加剧了外界对中共下一步政策走向的担忧中共越来越重视安全和意识形态，而走向封闭和放弃经济改革。在中国，立法法是宪法性法律，目的是规范制定和解释法律法规的相关活动，包括中央立法权力的行使和行政立法及地方立法的关系协调。因为中共一党专制，要求法律法规必须统一和一致。新的修改被认为有可能降低经济增长的地位，以突出安全为借口加强军事和意识形态管控。中国观察家分析，习近平在中共20大报告中一再提到安全问题，首次超过对经济的强调。在中共党媒央视新闻的报道中，11月8日，习近平视察了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此次视察除了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3大头衔之外，还增加了过去较少出现的军委联直总指挥的头衔。习近平在视察中强调，此行是要亮明新一届军委贯彻落实20大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决心态度，要求全军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加快提高打赢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的此番强调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中共20大刚刚结束，当局就重启了毛泽东时代的供销社和食堂。时评人员表示，当局的此举有2个原因：一是中共和国际脱轨已成定局，闭关锁国不可避免；二是为战争做准备。因为中共一旦侵台，必定会受到国际制裁，所以要实行战时经济，生产资料国家垄断，统购统销，各种物品按配额分配，这需要一整套的系统，最完备的就是供销社，所以中共开始强化供销社。根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政府11月9日阻止了2笔中国对德国半导体生产商的投资，理由是为国家安全的考虑。德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处于德国与中国关系微妙的时期。德国总理舒尔茨上周刚刚访问了中国，并从中国获得了商业大单。而前不久，舒尔茨不顾德国联邦多个部委的反对，支持一家中国公司对汉堡港的一个码头的收购。德国经济部长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德国必须紧密跟踪公司并购案，尤其是涉及重要的基础设施，或者是存在技术流向非欧盟国家的风险。强调，尤其是在芯片领域，必须要保护德国和欧洲的技术和经济主权，并向媒体表示，中国正在采取精明的办法，试图影响知识的发现和保护的控制，在半导体和芯片领域尤其如此。